后来过来讲，这个婚姻关的土豆农为着拍土豆是真困扰，因为找无空地通拍，若是拍伫道路边，阁有出车祸的风险。有一间农机科技公司研发一台土地打扫机，今仔日伫土豆的故乡元长来举办着观摩会，要来解决着农民拍土豆的困扰。为着解决农民找袂着空地会当拍土豆的困扰，有名农机科技公司研发出循环式土豆打扫机，今仔日伫土豆的故乡元长举办观摩会。之前就比较常容易下雨嘛，就变成晒花生比较没有那么的容易。即马农业因为人工老化，加上食品安全伫现代社会观念愈来愈严重，其后即台打扫机的出现，会使改善拍土豆的问题。那即台开扫机就会当完全解决第一个土豆即个拍唔会降，第二个就是缩短即个土豆拍的时间，第三就是会当互即个土豆即个加工拍了无够重，用咱用即个机械完全拢会当处理这个代志。土豆产业常常受到天气的影响，造成农民的收入差真济。有即台循环式土豆打扫机的出现，唔但会当解决农民的困扰，嘛会使提升土豆的品质。